很好，我们全家出国爱办理护照，旅行社建议我们过来办理，免撇空人手续。好啊，就我老公见当好，读万件书唔当行万里路，抢先本爱相片，日啥需要2张，还有人哋2公家嘅身份证，写人嘅户口名簿。小朋友，请问攞哪个名？阿姨，我按照张云记。张云记啊，嚟写下张云记嘅护照申请书。人哋係阿爸也係阿妹愛做申請人。我來好咧。好啊，你會請簽名。人哋對第一欄開始寫，包括聯絡電話、緊急聯絡人、人哋嘅關係。你會請答阿妹嘅身份證樣本，申請人愛替世人簽名。順通寫母胎。好，了解係阿爸當好笑。怎麼解阿爸當好笑？阿你仲係咩人解？了將係我。好咧，你3份申請書完成，你下免得做下有家政人撇空人中。人哋拿2份申請書去辦護照，使得自家去外交部辦理，冇事請旅行社替人哋代辦，沒事的。阿妹，我咪愛一張。好啊，等一下。小姐，落來我愛哪個街？請慢行。